準備迎接連續2年的能量集中期。2026丙午馬與2027丁未羊，按傳統文化五行規律來看，屬於節奏偏快、氣場偏熱的組合。作為傳統文化分享，整理咗呢份2年連動狀態參考，建議收藏，每年對照調整。第一階段2026丙午年啟動期，關鍵詞活力、行動、突破。呢1年能量偏強，如同盛夏，默默生長，但亦容易消耗大。五行人狀態如建議，屬金，壓力較多而穩不宜變，穩中求進。屬水，機遇增多而進不宜貪，把握但不透支。觸木，消耗較大而讓不宜拼，多休息保健康。屬火，狀態順暢而攻不宜守，主動突破。屬土，亦得助力而聚不宜散，積累收穫。第二階段2027丁未年沉澱期，關鍵詞務實、落地、收穫。火生土，能量從向外擴張轉為向內積累，集合盤點成果，打牢基礎。五行人狀態如建議，觸木，順勢成長，長線佈局最佳時機。屬金，壓力放緩，心態決定進展，穩就順。屬水，情緒調的，穩字當頭，不宜急衝。屬火，鞏固守成，深耕比開拓更重要。屬土，價值兌現，打好基礎，長遠受益。為什麼要2年連起來看？節奏互補。2026衝得快，2027就要穩得住，先動後守才平衡。能量規律連續2年偏熱，無論邊種五行，都要注意休息，調節身心。結果導向2026嘅行動，決定2027嘅收穫，兩步要配合好。總列2026係起跑行動，2027係衝線收穫。唔使2年都搏到盡，踩對節奏，照顧自己，先係長久之道。溫馨提示：內容為傳統文化分享與生活參考，理性看待，不做決策依據。